去到第6日，例牌11點出發，由伊爾庫斯克去利斯特維揚卡，中間第一個景點就係去睇木屋博物館。其實就係湖邊森林邊一系列嘅傳統木屋，鋪晒白色嘅積雪。香港人或者我哋叫南方人少見雪嘅，哇！見到就異常興奮。其實都靚嘅，不過可能佢哋啲人就覺得普遍啦嚇。喺我嚟講，靚影餐飽嘅，就係咁簡單。我就係咁幼稚啦，但係好鍾意。8度11.4係咪 ？OK 得，唔該晒。OK， 呢個就係外邊啦，確實係大嘅應該。轉碌轉嚟，聽唔聽到下邊雪啪啪聲？離團嘅優點。再行一次，其實係莊園同莊園之間或者屋同屋中間小路，幾靚我覺得呢啲一睇 OK， 往前走呢度。有啲嘢玩呢度，啲靚仔可以喺度，大人都有玩啊！滑水滑梯，黑山教堂嘅圓形啊！